什么麦？好，开始。是哦，好，来，我弹好了。一直换了。我们这个特色就是一直换吉他手，真的，从来没有固定过的。那个坐下的，我很强烈的怀疑他酒醉了。哎，谁的？无傻。好，老万你先。爱啥？鱼啊！鱼啊！先不要笑，很危险。鱼啊！为什么？我们先摆 pose。你要一直浮出水面，又浮进去，又沉进去，然后鱼就说：“我想淹死我自己。”漂亮。喂，狮子啊，万兽之王，狮子叫一声来听听吗？喵，狮子你也太扯了，万兽之王呢？啊，你讨厌啊，我先来2枪啊！来2枪的狮子啊！走着，接下来是 Kilo， 我看到那里面，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了一种动物。阿姐，快点。讲动物。讲动物，阿姐讲动物。讲动物。但是我们的那个放我们音响的人，对，哦，他已经下场了。哈哈哈哈！他本身就是动物啊。Kilo， 快点啦，讲话了，不要假装挑麦克风了。团长一定要讲一个。不好笑就算了。猪啊，奇怪，为什么你会睡在我旁边呢？对，总讲是，你讲话不要含卤蛋。猪啊，你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？猪啊，你怎么会睡在我旁边？我要翻译呢。靠腰啦，我是你女朋友。18来。前面有白色的蚯蚓呢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我操！结果他的朋友就说：“你是白痴哦，他是米苔木呢。”老外，下一个换你。原来米苔木他看做成蚯蚓。走着走着。那个什么，那个，我怕挡住大，我跪下。
鹦鹉哦，你为什么今天都没有毛？毛，我今天都没有毛呢？那个鹦鹉就说，因为我刚刚喝口可乐，这样这个。So cool！ 走着走着，我走到那里面，看到了一种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。哎，太夸张了吧？哎，是啊，你今天怎么走直线？婶说，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弯弯曲曲的，我等了脊椎侧弯。哎，不好笑。好笑啊！梦境好，节省大家的时间，12点半以前要赶捷运，所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。好。